今年的大选剩最后的33天，每一个候选人的行程拢排真满。总统蔡英文昨暗到台中丰原，替台中的立委候选人王美春来徛台。民进党内的大佬，包括立法院长苏家全、交通部长林佳龙等人拢有参加，现场的人是吵。丰原大团结，支持蔡英文。台客支持者一直发动选2020的大选已经到最后的阶段，总统蔡英文行程有够济。礼拜是到台中伫丰原办大型的造势晚会，替立委候选人王美春徛台。因为顶一届竞选的时伫丰原租厝，这摆有转去后头厝的意思。是4年前我咧选总统的时阵，每届我出去外口安尼走行程，走啊足晚的时阵，转来的时阵，拢转来丰原咧过暗的时阵，迄个感觉就感觉讲啊，我回家了啦，我回到丰原了啦。除了发2020台湾爱赢，蔡总统嘛发国会爱过半场，各干各做战机、彩马等等，都需要立法院的支持。面对中国，台湾人应该爱团结。如果国会没有过半，我们真的很难做很多的改革跟建设。大家讲是啊，不是啊？是。现场包括立法院长苏家全、交通部长林佳龙等人拢加油收添，讲到台中的建设袂使当明年选举真重要。爱互中央执政做靠山。